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市場分析同埋交易機會嘅。今日係2026年7月22日香港時間下晝4:51。呢一個係免責聲明，本影片內容並非任何投資建議或者投資邀約。做投資之前，記得係自行評估相關風險。咁今集內容講啲咩呢？就係講緊我最近做嘅交易啦，同埋未來市場有啲咩機會嘅。好，睇返 SOXX， 最近都係炒 SOXX 嘅半導體相關嘅股票。自4月美伊戰爭談判開始， SOXX 係無疑係一隻半導體板塊，無疑係一個非常強勢嘅板塊，直到上2個星期跌破咗呢一個頭肩頂形態嘅頸線，呢一日跌穿咗頭肩頂，畫埋俾你睇。好，咁跌穿咗之後呢，咁我就尋晚喺呢一度嗰度沽空啦。呢一度沽空，咁我點解做呢一單嘅交易呢？係咁嘅，首先呢一度呢，就係一個大量嘅下跌，你見唔見佢跌穿咗頸線之後呢，佢跌得呢係伴隨住大嘅成交量㗎。例如呢一度啦，呢一度啦，呢一度啦，呢一度啦。而上升嘅時候呢，呢一啲低量嘅上升呢，個成交量係好低喎，係好低喎。呢一啲嘅成交量，呢一啲反彈嘅成交量好低，即係呢一啲行為呢，通常都係一啲夾淡倉嘅行為，或者嗰啲人做咗沽空，呢一度要買要獲利啦，就買翻啲貨，就推升翻個股價。OK， 咁我就等佢反彈到佢去到阻力，橫向嘅阻力，趨勢線呢一條3條趨勢線嘅阻力，短期移動平均線嘅阻力，10天移動平均線呢一度，呢兩條都係10天移動平均線，一條係 SMA， 一條係 EMA， 我開住嘅長期都。咁我就盤中佢係高開低走過嘅，大約10點鐘左右。咁我就大約喺呢一度嗰度沽空，跟住止損咧就放喺嗰陣盤中嘅最高點，大約呢一度。點知一沖涼，咁我做完單落咗單之後就去咗沖涼啦。咁沖完涼出到嚟就止損打走咗我啦。咁我都有反省過嘅，咁我止損係的而且確係比較窄嘅。咁我至少應該都要放去20天線上方，冇咁容易打走。OK， 咁呢一單就係輸錢嘅。咁我都要大方承認，我係做得唔好。咁呢一段嘅時期呢，咁我講下未來有啲咩機會啦。咁直至尋晚出現呢，我發現咗2隻值得留意嘅股票。但係講嗰2隻值得留意嘅股票之前呢，我想帶大家睇下近期嘅硬件股係點。近期嘅硬件股例如 Intel 跌穿晒，不斷下跌，跌穿晒移動平均線啊，啲支持啊，收晒皮㗎啦應該。Marvell 啊，
都係跌穿晒㗎啦，都係。ARM 啊，呢一隻我都炒過，ARM 都係跌穿晒啲移動平均線，但係我留同埋MXL 都係穿穿地啦，呢一隻好少少，呢一度有反彈升翻上去，但係雖然大部分股票都 hold up，都係 hold up 唔到，就連 Dell 我 Fred 我出 post 講過，我呢一日出 post 講過，話佢嗰個形態好靚啊嘛，呢唔知呢一日定呢一日啦，個形態好靚，的而且確真係好靚，即係佢升咗咁多，喺高位做一個幾個星期嘅 VCP 整理橫行。你唔知咩叫 VCP， 你就當係一個整固嘅形態啦。當佢突破咗呢個形態，跟住就會一支箭咁樣升上去。sorry， 一支箭咁升上去。但係佢直到呢一日咧，所有嘅硬件股咧都係收晒皮㗎啦，都係。因為佢呢一日咧，佢直接破壞咗形態。佢一支盤中係一支。佢成日係一支大陰燭跌來，最大成交量，同埋 AMD 咧都係 hold up 唔到嘅，都係跌咗落嚟嘅。佢原本係 hold up 得幾好，喺啲移動平均線喺度橫行，做一個高位整固形態，但係呢一日都係跌翻落嚟。但係尋晚嘅 SOXX 佢係升咗5%，升咗5%，個成交量唔低。我做嗰陣咧，我沽空嗰陣咧係好低嘅啫，但係佢收盤收翻上嚟咧，佢唔低咯。我唔可以話大，我會話唔細咯，成交量。咁我留意到 AMD， 因為 AMD 雖然咧佢係受到呢一個大市嘅拖累啦，受到半導體板塊嘅拖累，佢係連跌幾日嘅，但係佢 hold up 到喺50MA 同埋63 EMA 之上，同埋 SOXX 一反彈，佢就即刻彈翻上去，所有短期移動平均線之上。呢一個係你可以見得出佢嗰個收復嗰個程度係好強嘅。不過要觀察多陣，我先會考慮買啦。sorry， 但係佢成個板塊，佢成個 CPU 嘅板塊都係好弱嘅。例如我講多次 Intel 係咁喎，ARM 係咁喎，即係 CPU 三雄咧，淨係得 AMD 係 hold up 得好。佢只不過係自己勁，但係佢唔係成個板塊勁。另外，我仲留意到一隻叫 Cerebras， 呢一隻都係硬件股嚟嘅。呢一隻都係硬件股 ，IPO 上市，市值大嘅，都唔知幾多億嘅，都好似幾十億嘅，幾十個 billion 美金市值。你見佢 IPO， 咧就做咗個底部，佢冇再跌穿前面呢一個嘅浪底，佢冇跌穿到，我唔排除佢可以跌穿一笪，即係暫時我錄拍片呢一刻佢未跌穿啦。佢呢一度有買盤承接喎，見唔見到啊？佢呢一個底冇跌穿，呢一個底都冇跌穿，特別係呢兩支巴，
特別係呢兩支巴，佢係十字星，佢收翻上去喎。可唔可以理解做呢一度有買盤承接啊？啲大戶喺度密密買貨喺呢一個價位，同埋佢尋晚咧就突破咗呢一條嘅下降軌嘅阻力，突破咗呢一條下降軌嘅阻力。呢一隻股票都係半導體板塊嘅股票嚟㗎。呢一隻股票都係半導體板塊股票嚟㗎。呢一隻係整晶片，只不過 Nvidia 嘅晶片係越整越細粒，呢一隻係越整越大粒，即係唔知點樣砌就砌到好大粒啦，好大塊啦。你上網查佢嘅基本面就知㗎啦。佢收入啊、收益嗰啲唔差㗎，唔差㗎。睇下呢個冇得睇啦，呢隻佢你見佢突破佢SOXX 一反彈咧，佢係即刻係大陽燭突破咗呢一啲嘅下降軌，上翻晒啲短期嘅移動平均線，10天、20天、30天線，個成交量唔算好大，但係都唔算好細，至少佢大過前面呢一啲下跌日嘅成交量啊！呢一啲我會俾個加分位佢啦。咁點樣去介入一啲嘅 IPO base 咧？咁我就研究過嘅。我研究翻以前呢一啲嘅 case 啦。你想唔想知啊？你想知我可以拍條片分析呢一啲我係點？我係揾晒共通點出嚟。Anyway，簡單啲講就係等佢第二日有冇 follow through。我唔會做突破㗎啦，我應該唔會做突破㗎啦。呢一啲市況做突破係好容易瀨嘢嘅。睇佢第二日有冇 follow through，一支陽燭，跟住第三日有冇少少 follow through，跟住等佢拉回翻嚟。呢一個嘅我畫嘅呢一個支持區間，綠色支持區間，短期移動平均線支持區間，下降軌 flip 成支持，三重支持，至少有三重支持，同埋留意下佢升嘅時候係咪大量，跌嘅時候係咪縮量，跟住個止損，嗱我咪投資建議啊嚇。純粹係 describe 緊我點樣去買，止損可唔可以緊啲啊？呢一隻比較大波幅啊，你見一日都升18%，個止損比較難 set，即係我要控制喺3至5% 之內，咁我可能設喺呢一度啩5%。等佢回測呢一條下降軌，會分批入，因為咧講少少啦，因為一個 IPO base 咧，佢咁樣形成，一個 base 係咁樣形成，而呢隻股票咧，佢個 base 咧，只不過係形成到一半中下段呢一啲嘅位置，正常比較 standard 嘅做法咧係等佢突破咗呢一個 base，等佢突破咗呢一個 base 先至買啊嘛，正常係突破咗呢一個 base 先至買啊嘛。但我係偷步啊！你喺呢一啲位買，個失敗機率係好大嘅，所以咧我會分批入，
即係呢一度低位買少少，去到個 base 個中間升得唔錯啦，又買少少，佢突破嗰陣咧又買少少，分三注入。呢一隻如果真係做嘅話，有機會係做 position trade， 有機會。但當然而家硬件就個表現係麻麻地啦，硬件嘅表現係麻麻地啦。查一查先。我係密切留意緊呢一隻啦。呢一隻我覺得好過 AMD 咯。我純粹個人嘅意見，並非任何投資建議啊。你知呢啲頭盔一定要戴㗎嘛？嗱，呢 CBRS 咧就好似 AMD 好似以前嘅 ARM。以前 ARM 係點啊？我帶你睇下，碌落少少，開翻幅圖睇下先。Sorry，呢一度，sorry。好似啊！我成日都研究啲舊嘅圖。點解話好似呢？首先兩隻嘅股票都係一啲嘅科技股，都係啲整晶片啊、整芯片啊。呢一隻係整 CPU，呢一隻好似係整嗰啲GPU 之類嘅嘢。唔緊要嘅，幅圖都好似喎，留唔留意到啊？一開 IPO 上市跌，跟住做一個 base 出嚟，跟住再上升，跟住再不斷上升。哇！升幾多 ？Anyway， 講翻呢幅圖 ，ARM 係點做啊？ARM 就係呢啲 IPO base 嗱，跟住我落嚟講嘅嘢咧，係我自己研究嘅嘢。即係 IPO base 咧，有分幾個入場點。當然唔係呢一啲時候介入啦，要等佢起碼做咗一半個 base，突破咗呢一條嘅下降軌，短期嘅下降軌，等佢唔好再做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結構。呢一度都冇啦，呢一個底冇跌穿呢一個底 Cerberus 呢兩個底冇跌穿呢一個嘅底，佢已經冇再做一個下跌浪。而等佢升穿翻呢一條下降軌，上翻晒啲短期移動平均線之上，再翻到嚟呢一啲嘅支持區間，突破後拉回到支持區間，配合移動平均線支持，呢一度就入，呢一度短炒入21%。但你唔係話，但係呢一度太低點入。個成交個勝率係會比較低嘅，你要預咗。咁你呢一度入咯，咁你去到中段呢一度入咯，見唔見到啊？佢開始個 base 開始成形，你 feel 佢唔會再下跌。咁你咪係你可以喺最偏低嘅位置做，可以喺中段嘅位置做，呢啲做得㗎。陽燭突破拉回，第二日拉回到呢一日。flip 成嘅支持，跟住再升。你話唔係真係好驚嘅，咁咪突破咗呢一個 base 先至再做咯。咁呢一度都有幾日機會，咁一日、兩日、3日機會。呢一度
呢一度先做3次機會，唔好同我講3次你都 miss 咗，之後爆升。同而家呢一個 case 好似，呢一度突破後拉回呢一度做一注先，分3注做，入1/3先。我講我自己點做嚇。跟住如果未來 retest 呢一啲嘅位置，retest 呢一啲位置，再入多注咯。呢一度再入多注咯，呢一度再入多注咯，坐大浪。不過我自己坐就未必會真係坐好耐啦。即係我次次做親 position trade 咧，最尾都係做個 swing trade 嘅。呢一隻波幅比較大，升得快，跌得快。好啦，咁今條片就講住咁多先。sorry， 漏咗嘢未講。硬件股咧就表現呢兩個星期表現真係麻麻㗎啦。睇下今晚有啲巨頭會出業績，例如 Google 係今晚出業績。Google 今晚出業績，20今晚收盤之後出業績，睇下會唔會帶動到啲硬件股啦。我自己又中意炒硬件股，當然炒軟件股都得，咁你呢啲軟件股都 hold up 得唔錯嘅，咁冇問題。咁硬件炒唔掂，咪炒軟件咯，總有一飯掂噶嘛。你網絡安全 CLWD hold up 得不知幾好，hold up 得真係好，OKTA hold up 喺啲20天線之上。好啦，by the way 宣傳下先。而家用富途牛牛開戶就會有 SpaceX 嘅股票送，用我呢個優惠碼咧就額外多200蚊優惠券。好啦，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俾個 like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。咁開埋嗰個鐘仔啦，睇下有冇啲新片發放啦。咁拍住咁多先啦，就拍咗23分。